台東池上種稻仔的所在，因為風景水，會成袂少遊客去遐行踏。不過，卻凊彩傳出有遊客騎電動輔助車，無細字紙摔落殘林，甲稻仔跌歹了了。農民卻是找無人通好討賠。雖然農民會當甲鄉公所申請津貼，不過有的農民是共租土地種作，申請的程序真複雜，所以希望會當直接叫遊客來賠償。初一下晝，池上景觀稻田區，又閣傳講有電力輔助四輪車摔喺田內面的意外，遊客也閣真歡喜佇咧翕相。不過田內底離奇稻作的稻仔攏互車跌歹，因為大部分的農民一早起是做煞了就轉去，所以車摔落去的時陣，農民無佇咧現場，遊客來去，也毋知是啥人摔落去，卻無人賠。就是倒霉了。最好是找出兇手了。是公所看有沒有負責啦，有負責就是賠一點啦，要不然就是看車行啊。池上鄉公所講，109年頒制定池上鄉地景津貼製作自治條例，用來補助因為遊客騎車損害農作物的農民，每一遍1000塊的津貼，一年會當申請4遍，不過案件無多，農民可能較無了解。第一個時間可以向公所先求償，那公所依照這樣的做完補償，然後會向業者來申請代位求償。有業者講，景觀稻田區一年差不多有50件車摔喺田的意外，不過有一寡農民地是甲人租的，要甲公所申請補償時陣，也閣要找地主提供資料，程序真複雜。農民希望是毋是讓有更加方便的方法，直接找摔入去田內對遊客，請因負責任賠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